来镜头所等的台湾，来看婚林斗六的后庄里有一间休闲会馆，互民众来怀疑有收较真假，而且这个人真不良哦，为楼顶配痰、配喙烂、结婚纸啦、结卫生纸，是互里民惊讲佮气愤。斗六市长是带民意代表甲里民到卫生局来抗议。确诊者在遐，当时要抓走，马上要抓走。昨下晡，斗六市长徛伫咧选举车顶，带民意代表含里民来到婚林县卫生局门口抗议，因为因怀疑婚林斗六市后庄里的一间女社会馆有收较真假，而且大人佫会伫咧楼顶配痰、配喙烂、等卫生纸顶顶脱线行为。伊拢打弄规规，喙烂配卫生纸分头一大堆，啊！你讲要查，无法度查。附近的住户烦恼，若是较真正，甲环境无垃圾，会增加染疫的风险。希望当甲面向社区的通风门全部封起来。县政府没有征用它为检疫旅馆，在我们的法定传染病里面系统里面它是没有收治确诊的个案。不过卫生局讲，这间女社会馆即马无扣定收册期检旅馆，请民众放心。而且卫生局嘛派人来到现场勘查，无发现违法。我们租给中介，中介在安排他们的外籍劳工进来住，来做资格的。会馆业者讲，这间会馆伫咧4月份的时阵，有影是婚友旅馆，顶个月开始才租予连日中人业者。会馆内底有90间套房，即马大房率有60满，中人业者会到基本的义工安排到会馆，互一个人住一间套房，所以无违反防疫规定。若环境的问题，业者答应未来加到问一问，避免造成附近住户的困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